歡迎你嚟到靜靜雞，我係 M。深夜啦，如果你仲未瞓，或者啱啱醒咗，唔緊要，我哋一齊唞一唞，由呼吸開始，慢慢同自己嘅身體打個招呼。請你輕輕合埋隻眼，如果唔想合埋都冇問題。視線溫柔咁樣向下望，就將視線溫柔咁樣向下望。而家將注意力帶返去呼吸，唔需要刻意呼吸，就讓你平常嘅呼吸自己發生。吸氣，呼氣，你可能會發現念頭一直走出嚟，聽日嘅會議，未覆嘅訊息，頭先碌過嘅嘢，冇問題。每一次發現我分心咗，就可以一次溫柔嘅返嚟，唔需要趕走念頭，就好似坐喺路邊大車經過，唔需要追上去。再同自己講一次，我而家唔需要做任何嘢，只需要喺呢度。而家輕輕將你嘅注意力帶去你嘅左腳，唔需要喐，只係感受一下腳趾頭、腳板底、腳踭，有冇任何感覺？溫暖、清涼、痹痹地，或者冇咩感覺，都好好。等注意力慢慢向上，嚟到左小腿，小腿嘅肌肉係放鬆嘅，定係有少少繃緊？唔需要去調整，只係感受。然後到左膝頭，膝頭後面、膝頭哥，有冇任何壓力或者酸痛？如果有嘅話，就同佢講聲 Hello， 我知道你喺度啊。而家換去右腳，右腳趾、右腳板、右腳踭、右膝頭，只係感受，唔需要改變。等注意力向上，嚟到左大髀、
feel 下大髀貼住床嘅感覺，重量被床承托住嘅感覺，有大髀。如果你發現自己瞓着咗，咁就好啦，因為係身體需要嘅。如果仲醒緊，我哋繼續慢慢行，嚟到髖部、盤骨、臀部，成個下半身被床穩穩托住。跟住落嚟，腹部，感覺腹部隨住呼吸輕輕起伏，唔需要控制，就讓呼吸自己嚟。吸氣，腹部慢慢向上升。呼氣，腹部微微向下沉。吸，呼。而家將注意力帶到胸口，感受一下心跳嘅感覺，或者只係胸口微微嘅起伏，唔需要特別揾任何嘅感覺，冇感覺都係一種感覺。嚟到左手、手指、手掌、手背，每一隻手指都允許佢完全放鬆。左手腕、左前臂、手踭、上臂，成隻左手臂沉落床度，換右手，右手指、手掌、手背、手腕、前臂、手踭、上臂，兩條手臂都沉沉嘅、重重嘅被床接住，嚟到膊頭，呢度成日唔經唔覺好繃緊，而家允許膊頭向下墜，向
床嘅方向咀，頸，感受下頸嘅兩側、後側、喉嚨，唔需要用力撐住個頭，等個頭將所有重量放落枕頭上面，感受下塊面嘅肌肉，下巴、嘴唇、面珠、眼周嘅肌肉、額頭、眉心，允許成塊面都好似融化嘅奶油一樣，慢慢化開。最後頭頂，成個身體由腳趾到頭頂都被床穩穩托住，你係安全嘅，你唔需要去任何地方，唔需要成為任何人，只需要喺呢度。而家就等床好好咁樣承托你身體嘅所有重量，將注意力慢慢放返去呼吸，或者如果你已經就快瞓着，就由佢發生。呢個係你今晚唯一要做嘅嘢。我會再陪多你一陣。願你擁有平靜嘅睡眠，喺呢個夜晚得到真正嘅休息。晚安，我哋聽日喺靜靜雞再見。